来继续来看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争取要选总统，到东海大学来演讲，题目是用科技甲世界做朋友。郭台铭讲，咱的政治人物对未来的科技一点仔拢无了解，敢若会晓甲美国买真侪武器。伊讲伊反对台湾变做亚洲的弹药库，台湾就要变做亚洲的科技岛才对。伊再一次来强调讲，只要伊当选，阿强的军机都袂来扰乱台湾，因为对中国来讲，拍台湾毋是第一要紧的代志。结果引发到民进党的批评咯，讲郭台铭安尼讲，袂输已经甲阿强串通好势咯。郭台铭董事长棒不棒？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去东海大学演讲，用科技甲世界做朋友，现场坐甲甜甜甜。演讲前先甲郭总统周建国致敬，给他做个鞠躬哦。那是谁来带领我们走下一个未来？蒋经国已经不在了，孙运璇也不在了。国党的主张尊长，搁拍经济牌，戴着中华民国的帽子，因为我说这个帽子，这个国歌再不唱，没有几年了，赶快要把它维持住啊！嘛强调讲，伊若当选，中共军机就袂过来扰乱台湾啊。大陆呢，其实呢，他们也要发展经济。我据我了解，他们也不喜欢打仗，但是你就不要去搞独立，不要变成台湾，不要变成弹药库。不要变成这个台湾变成科技岛。你要让渡什么样的一个权利，能够来换取这个中共放弃武力威胁？再多的指导堆砌都没有办法掩饰他目前在这方面政策空洞化的一个现象。是讲国党也想要伫2024年胜出，都要先摕到国民党提名入场券。洪霞讲，朱主席上紧伫5月17日决定人选。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按部就班。那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会比过去时间来得早。我跟侯市长是个兄弟登山呐哈。主席坚持照步来，也过基层真着急，就惊讲2024年这局兄弟爬山变成兄弟冤家。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